家家有好事，马莎国家来主席。大家好，我是这位。大家好，我是依依。依依老师你好。啊，这位老师你好。亮啥吼？这个音乐节目做评审欣赏，要做一多年的吼。要当感请当然都很你一上欣赏。跟你知道做评审欣赏啊，最需要的条件係乜嘢？需要嘅條件哦，當然第一就係專業吧，專業就係啦，吼，還個講話呀、說話得宜呀，吼，做得本大家最好嘅意見。還有上到獎啊，還有研討，係乜嘢？好，還有我想看，年紀，年紀，唔免愛講的哦，老師唔免愛講佢講的哦，年紀哦，講笑的啦，冇啦哦，年紀算係，咩算唔係，唔係切退的啊。古所講嘅金幣哦，要正面本看，那就認識一隻當後生的個老師。照理來講，細妹人做唔得講佢叫細，不過一定要講佢叫細。26歲做老師，當後生哦，當後生呢，除咗做老師，還要可以現場表演，好冇？好，好，歡迎今本嘅老師鍾玉婷先生。玉婷先生，龍太家介紹下人家彈呢啲嘅樂器係乜嘅？嚟彈嘅係三弦。哦，客家話講啦，吼，三弦。三弦，因為佢有三條弦嘅吼。同呢嘅你特別看到日本嘅三味弦，冇共樣？有一點相似，可是它的材質不一樣。哦，對，它的這是沙皮，嘿，嘅日本三味弦係乜嘅？係狗皮。哦，貓皮。哇，很好聽哦！人家彈嘅係乜實講？哪一家？7家上道嘅係嘛？係啊，因為我學嘅係客家戲曲。哦，客家戲曲幾多歲開始學？5年生。5年生就開始學戲劇，客家戲劇。係，我係後場的音樂，學音樂，就幫忙打鼓啊。佢當冇簡單，佢細出跌落嘅戲劇學教戲呢。係，錯嘛？我很師傅。係啊，那你是後場，跟你有練身段嘅的。一開始有，因為一開始還沒有分科系。哦，對，所以什麼都要學，就是還要下腰啊，拿頂啊。那你會身段咯？就是一開始學的。哦，不會，不行，現在不行。啊，現在不行。現在不行，現在看可以。現在是老師。開始弄拿嚟好嘅啦。好。唔過今日當歡喜而來，學音樂算起來幾多年？14年有哦。14年。也17年，14年，嚇我一跳，17年哈，沒14年，2016還14年，好可怕！你14年就妖精了。好，17年哈，14年，14年，好啦，跟住要用老師嘅身份來做有氣質嘅，又對有意義嘅料理，好，先做剃頭出嚟嘛嘅。張氏獅子頭。哎呦。張氏獅子頭，你有羅氏？我沒有，我只有羅氏一顆頭。好的，那我們就先來做了哈，讓東西先標起來哈。好，我來做張氏獅子頭，首先嘅材料有乜嘅？有山芋喲。哇，山芋哦。誒，
我小糖豆狮子头底摆都有3-5样呢。因为迄装饰嘅，哦，所以古时冇强用。嘿，还有乜嘅？姜，还有高牛，高牛，高牛，还有芹菜，还有葱诶，哈。好，跟来成做乜嘅？爱咸切芹芹菜哈。平常时有啲煮菜嘛？冇呢。竟然你家讲几年生？4年生、5年生，就本木卡人送出去哦。对啊。你唔可以信唔可以上木卡哦。我一开始我就每天都哭，因为住校。嘿，唔自家上来去嘅，讲妈妈讲，那个玉婷来哦，你啊，你都出去学嘛该哦。我是有点算被骗去。为什么？因为小时候就不懂啊，妈妈就说那就去考。妈妈好，我们找到凶手。妈妈讲乜嘅？妈妈说就是。妈妈说我知道了，玉婷啊，弄讲什么暗酱啊，好饮哦，什么含啊酱哦，唔看客家文化传下去，古时讲啊，唔来同妈妈爱发，你要出去拢系好饮哦，系咪？怎么办？我怎么很会演后母啊？差唔多，跟你一开始去嘅时间啦，妈妈几久才去看你？1礼拜啊。1礼拜？啊，1到5上课。哦，计拢是上嘛个课？计拢是有练功啊，然后。练功哦。对啊。起床还要跑步吊嗓子。哦，我们一开始起床还要折豆腐背，像当兵像军队一样。跑步有差，看你身材维持很好。记得学生的当日啦，早上头清早就会红虫呢。系啊，5点半呢。不管冬天或夏天。对，5点半呢。啊，5点半。练身体。懂酷哦。我觉得他这句话讲的非常的，你知道真心，懂酷。真好。葱芹菜切好跟你啥来切嘛？该。生肉啊，给英国来讲啊，剁了绵绵。系啊，剁了绵。好。鲨鱼肉啊，选的时候啊，它新鲜的话要去闻，没有阿莫尼亚的味道，它就是新鲜。用白米讲冇阿莫尼亚咪。批嘅。哦，也就等于要标啊，就有不新鲜的话，那种味道。马啥搞呢？妈妈很会哦。对呀。哇，妈妈真是很会控制哈。没啦，妈妈有时候就是担心，就是希望小孩子好，错嘛？系啊。就希望好。把剁水，剁了绵水。哦。因为时间关系吼，玉婷佢要准备好嘅，而家还忙6块4，佢就要成做嘅吼。哦。安尼差唔多喺几度嘅量，安尼比例算起来，龙猪肉还有5姜。系啊，看我们有多少人。哦，如果我们要做5颗呢？5颗，这样差不多吧？对，肥肉的比例可能要多一点。假如鱼这样子的话，它的比例可能。那我们的量差不多就是5颗了。对。好，切的部分都切好哎哈。切好嘞。好，来，因杀好了，你看给它做嘛该？把我们刚刚的料有。来。生肉。肥猪肉。哦，最近我配嘅有较多哦。肥猪肉有5姜。你嘅肥猪肉有特别选哪片嘅部位嘛？就是绞肉对，就是跟他说我要绞肉。你要肥的一点。对，肥多一点。然后呢，加入所有我们刚刚弄的。葱吧。老师，我有问题。请问一下，那狮子头，譬如讲，那印象中的狮子头係用剖的，你係用剖的，還用剪的？我係用剪的。用剪的？用剪的哦。對啊。吃起來都會食的嘛？因為那獅子頭係，譬如講，好，我知道我們一碗水，我們用白菜，對，醬油、塔希，用白菜的湯汁來吸收獅子頭。你不是？我是用煎。好特別哦，因為裝飾的，對，家裡做的嘛。好，龍家葱還有芹菜，邊落一啲乜嘅？蜜酒，好，這個看下量哦，好，蜜酒，還有乜嘅？醬油，調油，好，雙色以外，本來還鹹香對喂，還有乜嘅？香油，嘿，香油，哦喲，還蠻多的哈。對，還有。這個是誰教你的？我阿婆。阿婆。還有太白粉。好。阿婆教你的哦，太白粉，白胡椒粉，好，
增加几个盐心哈。好，因为有很那个鱼肉啊，这样子可以提味，然后也可以怕有一点腥味的人哈，会觉得说味道稍好一点。米酒可以去它的鱼肉的腥味。同时，可以塞毛要用素拉的嘛？那用素哈，用素后，好用素。哇，美女用手哎，太好看了吧？好了，你用色素哦，还有色素。给你打很黏的嘛？哎呀，还会弄成饼。哦，是饼状的，那怎么是头呢？那个是狮子扁头啊。狮子头饼，狮子面，狮子脸。哎，我用讲哦，我知道啊，我以前阿婆有冇？今天做俩时间给我带一下，我想看美女摔，对，带一下。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摔？摔出来。我们好有默契。好，刚刚讲了一半，可以啊，救了他。马公李亚浩长得比较早熟，他有没有写情书给你？没有哎，可是他有在就是本子上说很喜欢这个课。哦，就是另外一种方式。对。哦，然后那你会怎么回？我就觉得很好啊，就是因为我们学校是就传统哦，超啦。就觉得传承传统，他喜欢这门课，我觉得很好。有吗？一点点就好了哈。因为我有肥肉。好，那配音不用看几刀，看做的嘛，看一下。做的哈。好，我们不要用太厚。好。对。莫太盆哈，小心哦。好的。好的。阿婆教你哦，跟你用个记得按清楚。因为我刚讲懂后生。好。好。阿婆什么时候做给你吃的？在我还没上台北之前，差不多国小1、2、3年级。哇，你印象那么深刻。可是你等你放假回来的时候，阿婆一样会做给你吃。会，她都会做我们喜欢的料理。好棒哦！阿婆就是这样哈。对。对，然后妈妈叫你去的时候，阿婆说不要这样。不会了。好。好，强用哦，还能用盐哈，用俺一般印象中的狮子头毛强用，给 keep 咯，便哈，空气打出来。好，便面要记得咯哈，那某数的发音那种便。好，来，给你去做50回。哦。你自己有试做过吗？有试做过，把两面都弄成金黄色。剪刀擦擦。哦，其实还蛮香的哈。我那个芹菜还有葱的米洗出来。如果喜欢增添一些口感脆脆的话，也可以加荜荠。对，如果不喜欢吃肥肉啊，或是鲨鱼肉，也可以换鸡肉啊，或瘦肉多一点。对。来看一下也松毛。你用蛮快，那快的呀。用快的，肚落去。冻宽啊，吐落去，冻宽啊，吐落去嘞，吐落去弄头，吐落去。阿婆教你讲用白hình章的手，冻下去，看有汁跑出来嘛。跑出来。有。哎呦。好。按做得嘞哈，差不多的哈。去比哈油，还蛮香的耶，好厉害。还有一种办法做得宽度的说，有些人看我这个虫哈，其实有一点焦化了，其实它其实差不多就要好。好，来我们来盛盘喽。好。你看老师就教他喜欢排排站的感觉。哇，好厉害！好，玉田先生，丢起来。龙太太讲，你唱太太说的很嘛该。张氏狮子头。哇。
我唔知阿婆做的龙阿婆做的菜瓜汤，都带迄马赛菜瓜汤，哈像安尼式的菜瓜汤。一个形容它是要清厚啊，有维他命 B、维他命 C， 所以一种饮好是的美容圣品。你要贴片用猪油哦，因为这样比较香。你看阿婆搞呀？阿婆嘅菜瓜汤啊，哎呀，布拉姨可以提味。好哇，我听到香味咯，好香哦。Mr. Zhang， 有阿婆的味道，哎，这就是阿婆的味道啊。哎，好吃哦。佢当中系细细时节啦，去譬如讲转落屋下一拜神，一拜落公婆的时间哈，有一种仔菜，它也是炸成这样子的，哦，有没有？我的芹菜哎，可是这个肉排很厉害，你们应该某是哥用沙鱼肉来做哎。我自己很喜欢吃鲨鱼肉，那种鲨鱼肉它有一种嚼劲，竟然跟猪肉很契合。很合。韩国係點用版用嘅豬油啊，我下皮的喂，因為食起來呢，冇食到幾個油，唔過食到幾個彈性，軟土。阿婆叫什麼名字？菊月椒。月椒哦。月椒。哎呦，月椒阿婆，很強哦，很好食哦，看佢專係名孫做本食啦，哎，很好食哦。有沒有很客家？有，哎呦，很好食，很味。誒，唔過話我相信阿婆嘅素魯菜冇可能就一烘天天，還有嘛？你看我多捧場。還有炒米粉啊。哎呦，炒米粉一天還有乜嘢？鹹菜湯。鹹菜湯。還有呢？雞酒。雞酒哇，很多哦。我們清淡一點，有沒有清淡一點？清淡一點。菜瓜湯。哎呦，菜瓜湯。我講菜瓜湯冇咁好煮哦。我講有陣時啊，菜瓜湯喺菜瓜偷落唔好，cái湯嘅米絲煮唔出來，喺煮湯落呢口感不好。接下來考驗你咯，咩阿婆教你啊？係。按到乜嘅？阿婆嘅菜瓜湯。哎呦，嚟咯。阿婆嘅菜瓜湯吼，湯起來都當有米絲。我唔知阿婆做嘅龍阿婆做嘅菜瓜湯，都帶喺馬賽菜瓜湯，哈像安尼式的菜瓜湯。大家關注啲，有沒有人繞很繞，很厲害吧？好，講到菜瓜吼，係客家人最地道嘅食材之一。像我以前哦，我屋企喺度包油菜葉，清炒嘅種菜瓜，有冇睇啲咩油係嘛？像有冇睇啲咩油？阿婆冇睇，嚇。佢唔出對菜瓜應該要當相當嘅認識咯，嚇。佢嚟解釋一下好冇？好。菜瓜，你雖然你看呢，請問菜瓜上到哪位？天嚟打，也係當杯，請作答。架子上還是？架子上當杯。天來當嗎？冇啦，當歸啦，這就是我們看到的菜瓜哈。對，這叫蜜桶瓜。嘿，我剛剛問過，很定印象，因為你看到的菜瓜係一條的嘛，你要當像蒲誒。蒲誒。哈，這個叫蜜桶瓜。媽媽說這是菜瓜的原生種。哦，這是原生種，那我們吃到後來就是外來種嘛。可能就變形。變形哦，但是。都很討喜，對，屁股大大的。嘿，跟你那搞太敢用版型，搞太敢用瓜哎，哦，沒用點熟的喲。因為啊，它的營養成分都在皮上，所以用刮的話會把它的肉啊都一起刮掉。故所以就把它這邊粗粗的部分刮 take 刮，嘿。哦，用刮的方式。對，這樣煮起來也比較翠綠。這樣唔可以講。哦，有陣時因為唔可以量咁高嘛，有陣時我只買菜瓜轉的，譬如講我要削的時間，我不知道削到哪裡才是對的。有時候好像皮很厚，有時候好像沒有削到該削的。我就削下些時陣看到它寫嘅地方，就覺得哎呀，對不起，我好像砍太深了。對。哦。好。這樣。我們變出我們好，哎你剛剛刮好哦，古所講的皮哈，哎你冇用刮的，哎刮好出來的槍槍的哈。哎，好來，本大家看一下哪去了？槍槍的，哎，有醬醬的，醬醬的，好，好，我要來切哦，切，
丝哦，切丝哦，嘿，而且洗哦，要还切汤，切细，切丝。切细对，我们切细一点，这样子哦切煮的很油的话，对，哦，切就不用油哈夹煮太，久不会哈夹哈。切哎，这丝瓜看起来来，还蛮厉害的哈。嗯，那知道丝瓜啊，你按当年本太家发现到给它经济价值之后，那这个还没讲好用的，譬如讲，你要太家直接用的丝瓜水，哦，好，它的丝瓜系列都会做冻的东西哈。镇定的那嘿个啊效果。伊个营养它是要清好啊，伊有维他命 B、维他命 C， 所以一种饮好是给美容圣品真，的抗衰老，吼。你看，你要懂当然来台湾料啊，以外来买的有包括丝瓜的相关产品，对我就觉得很棒。韩国又唔会改贵，嘿，哎，切的部分哦再过来还有人姜哈，姜嘛要切姜嘛下。哎，更奇怪哈，就是讲丝瓜一定要劈姜嘛，跟面西这样会出来，知道吗？嘿，你要切咸菜要切吗？冇，不是哈，不是好。哎，其实你刀工还蛮好的，跟谁学？阿婆啊？妈妈，妈妈。妈妈又会妈妈我，越来越好奇，你妈妈是谁？因为妈妈平常在家里煮菜的时候，我都在旁边备料，真的哦。对我都帮她洗好切好。啊，那你有跟她要求一例一休吗？好，好，安尼差不多的哈。你还糖嘛哈？来，那种加嘅也是竹柚，竹柚我们先把它煸过。好。你要贴片用竹柚呢？因为这样比较香。阿婆咩你搞你？嘿，你看阿婆搞呀？阿婆嘅菜瓜糖啊。哎呀，好，竹柚煸过嘞。一个嘞哈。好，我们把它弄。安尼做的哦，哦。有一滴滴竹柚跟米稀就好嘞。好一点。你知道小女生就不想要吃太油啊，做得吗我？可以留一点。好有一滴滴的就好，来来用糖匙好了。好，真的吗？好，好对。好，然后呢，再放肉姜，加去煸过。姜嘛，煸一下哎。哎，可是这样做起来好像真的有阿婆的味道。真的。嗯，好，煸过较香，再来放一点，要放我们的菜瓜。好。菜瓜不用下菜瓜不用下去，因为菜瓜要出水哦哈，叫做神秘煸咯，脑杯开始有点软呢哈。不过一般来讲，煮菜还要加点的水哈。哎，好，莫不用太多声音，你还是会怕嘛？会，再加一点盐巴。好，哦，被机器给它出水哈，好加滴水。做对吗？都对，好，我们可以盖起好来，稍微给你爱等待一下。好，来，不用嘞。好，哇，不用带。妈妈啊，一直在教你做菜啊，阿婆也是，你自己有没有做菜给家人吃过？没有，都没有，真的吗？对，都会在厨房瞎忙，帮忙帮忙。天数看有乜嘅事情爱天数。哎跟你學音樂啊，啲學校學咗幾多年過後，這樣開始正經講，哎，可以暫時離開學校了，到畢業嘛。畢業，然後畢業之後呢，你自己就決定要走音樂嗎？因為學了，也從小學了，然後培養出興趣。正經哦，對古所講你對傳統文化戲劇都有興趣，嘿，跟你大部分的時間攏馬上伴奏較多，伴奏啊，都是客家大戲。客家，好厲害哦！因為你碰過他嗎？他都是幕後很重要的工作人員，很忙是督導哥呢。音大腕呢，拜托，真的，大腕呢？大腕，大要角，你不知道大腕吗？哦，真的我以為你說我賺很多錢的大，十分那是台灣，他是大腕，好看一下，好，有出水嘞，好有出水的哈，有點軟呢，有哦，嗯，好，哎，好翠綠哦，對啊，它很翠綠，我覺得可以再加一點點水是不是？好，來，好，可以嗎？可以可以。然後差不多的時候，我們就可以放布拉怡，可以提味。哦，好，這有泡過水嗎？對，它已經是熟的，煮過的。依老師，請問一下，布拉提客家話嘅問個？拍番鋪，
拍翻瀑布哦，你特别接啲木卡色到嘅五瀑誒，很多五瀑誒，就長條嘅嘛哈，做小魚乾的那種。唔過你細細衝乜嘅？拍翻出講拍翻瀑，有學起來，我也是跟依依老師學，這還蠻厲害。因為細細時節，可能有時候我們會因為物質，或是大人覺得就不想要講那麼多，就是細五年嘛，哈。我就細五股，嘿，細五股。好，你下出比吸到我們的流出水。其實假倆拍翻鋪呀以後啊，普通係講無卡冇拍翻鋪嘅時節，有冇去買嘅鹹味？鹹味呀，係啊，呀一甜甜。炒。好，应该差不多了。好了，然后我们的9层塔，好，就把它提味，大概这样子。水辣嘛，水拉嘞，就没有要很多的汤汁，就是有一种湿湿的，但是一人份刚刚好的感觉。好，我你掉翻色的。你要不要尝一下味道？好，来，好，看看可不可以，会不会太咸或太淡？可以。可以哈。好。其实我吃到菜瓜捞海鲜类加在一起真的很厉害。哇，听到小妹好香哦！而且你力气好大哦，锅子还蛮重的。好，实验 C 碗的哈，来，嘿，来，快耶，夹比哈。哎，好香哦！对，真的很香哎，而且它如果是那个用那个什么，蛤蜊，哦，蛤蜊更有鲜味。真的，怎么办？没想到你做菜这么的厉害。我们来聊一下那个李亚洲老师哎，心情有冇重要哎？嘿，冇重要。好，所以你最主要教什么？我主要是教北管。北管。客家的八音。哦，八音。好厉害哦！嘿，太厉害了吧！我觉得很不错，因为我还是有看到，你看你还是有看到还有上瘾学的啊。傳統嘅。學會好啦，唔過堅持下去嘅人哦，真係我有熱情，因為傳統嘅東西嗬，一般人就想講後生人啊，好聽流行音樂啊，好聽西洋嘅搖滾音樂，所以傳統嘅東西較少有後生人堅持下去。跟伊老師眼問哦，唱唔定攞杯照唱照安度啊，你下唱起安尼後生人學八音嘛，後來的他們有可以就是表演的機會或場合。哦，有啊，其實人嘅下圍飛時常會辦法通嘅時節，佢就會唱客家嘅八音，佢常時會調故意先愛後生人去，就會希望人嘅後生人啊，做得多有機會，有舞台啦，因為要學有所成嘛。有所貢獻，韓國後生人有成就感，佢就會堅持下去。跟你哋哈做過最大印象最深嘅場係乜嘢場？國慶哦，真的哦，跟誰合作？就是學校都會有國慶的表演。哦，那很棒哎。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去國慶？哎呦，我可是唱過國慶晚會。哎呦，我跟羅時豐大哥，我們唱那時候還有張惠妹。對，我們哎，你董演窗誰冇人講？我的3弦有幫江蕙一起。這麼厲害！好啊，現在要比啊，那你接下來比誰？我可以唱江蕙的歌。我嚟講啊，唔同，律師同事咧，哎響哦，都唔掉嘅啦。龍太家講喺唱太家識你係乜嘅？阿婆雞吹寡糖。嚟啊！火龙果演到月下美人。哇，原來是這樣。對，你自己說像不像食人花？你幾條你都會識咯？都得識。連葉冇背得葉嘅。好，滾葉叫伊嘛，也澆不出來葉豆，其實為它將你勾芡一樣味。除非很嫩。再加這個進去看哦，它稠狀更多。你
看到没有？它这个滑拌下去就变得比较勾芡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叫燕窝？顾名思义，对不对？我们也可以做我们自己自制的客式燕窝。杜氏瑶嘞。哦，好鲜哦。那菜瓜真嘅拢按平常时食菜瓜冇同样呢。有脆脆的。油，你看佢煮完油，也还有脆脆口感。那吃到龙干，你一开始用刮的那个有差，对不对？有差。给食含迄清强，好强强嘅，煮两套全部係傳統嘅客家菜。嘅米絲嘅吼。咁呢，我想去唱一味啊，先會煮菜。啊，唔過要用高規格的掌聲來分享自己。哇塞！唱幾出好嘛？好啊。我嘅好朋友。哎，我好朋友來了。唐葉從旁助出。羅姐好。羅姐好。唐葉從旁助出，你好。你好。羅姐好，羅姐好，來，先看一下人講什麼？哎，我攏講佢冇輸你哦。真的嗎？認真。佢輸你係乜概念？年紀。你很開心啊！他輸你啊！是我，對啊，不是贏年紀。姜是什麼樣？姜是什麼？老的辣。我沒有講。懂眼專冇啦，我講，你看而家煮誒，不管係獅子頭，不管係那菜瓜湯，它其實有火候在，我很意外。古手講，哎，這樣子的一定要讓你來好好的，你知道，跟他交流一下，交流。較量一下。先看一下。難得看到俺強勇講的哈，哎呀，平講，好，佢拿兩套阿婆的料理，你來做乜嘅？來做阿泰的料理啊！阿泰嘛，有，大太，有，我做乜嘅？做客式燕窩。我哋燕窩啦，客式燕窩我就唔知嘅哈，先冇講，先來看好冇？來，客式燕窩。客式燕窩，大半煮的東西，當好食之外，你本來你懂得驚喜哈。好，燕窩，你的燕窩印象當中係乜嘅東西？燕窩，燕子的口水啊。對啊。某是胖糯米啊。黑莓哈。客式燕窩有什麼？對啊，你看前面係買東西。買東西。食人花。然後成色得幾單講係嘛？你係乜雞啊？你嘛？你係乜雞？來，燕啲乜雞嘛？野薑花，唔係野薑花啊。對啦，叫做霸王花。霸王花嘿。就是你啊。哎，霸王，係種霸王係嘛？係攏講。咩你霸氣？係啊霸，你喺火龍果。哦，火龍果，係啦，我見想唔出來火龍果花。係啊，叫做月下美人。真嘅哦。第一個月下美人嘛，其實大家還是講給曇花嘛，唔黑，但是它跟那個曇花是一樣的，那個就是在晨光出現的時候，它就會就是曇花一現。對，所以叫曇花一現。古時候講叫佢開，對，看一下，對。哇，原來是這樣。對，你自己說像不像食人花？有香哈。哦，原來係按樣型哦。對。哎，你係做嚟食咯？對食。其實當到膠原蛋白都特別多。哦。好像啊，大概你看到我做一種草莓啊，像啊，你做用客式燕窩，燕窩特別多都得加乜嘅？燕窩特別你印象當中會加乜嘅？紅棗啦、枸杞啦，因為給你們係客家委員會嘅節目，你做大家客家元素都特別多。哦。攏乜嘅？泡菜，泡菜咩哈？一定有，你客家人就有泡菜、甜菜，對不對哈？首先你來，你泡菜，來。等下講乜嘅？講乜我聽到。咁樣阿婆做乜用廿幾唔俾下嚟抽啊？有嘛？有冇變到？冇變到。我想講唔做嘛，煮菜太暗太記呀，麥米講，又要咩不求人，要聽聲。東江啊。東江啊。係啊，咁你客家人嘅智慧。唔過老師係有問題，阿婆係咪有智慧？以往用乜嘅三姜嘅嘛？三姜嘅哈。係衣服啊，衣架，曬衣架有嘛？幾個頭先只橋嘅，安尼起碼佢叫做打開來綁出啦，綁出就做得嚟。嗰架會上爐啊？
我去家婆喊迄拿起来雕伞，西讲一条，你很有智慧哦。黑妹西讲一条哦。伊上用，哦，喊那牙婆下钱哦，牙婆下昂哦。那无啦，中央路动钱，无中央爱钱哈。后来开始来做吼，刚Andy 来出来一个含泡菜。泡菜哈，泡菜，先切油油的哈。油油的嘿。给你煮出的，给人切油油的，比春米。应该要煮汤，不用久哦。不用他们有10分钟。来当好看啊，看到人家会想到嘛个米丝，那个米丝金针花的米丝。油，其实米丝当枪。哦。不过呢，它比较寒冷，比较寒，比较寒，稍微寒一点点。嘿嘿呐，你是火龙果是太多的时间哈，肚子会不舒服嘛，所以中央会脱离。我们的食物都有它的一个原理，所以你家己咧讲嘛落去。好，你加你的泡菜放下去的哈，老师的意思是讲要煮20分钟的哈，20分钟你先要切其他的东西，切姜嘛哈。对。他切东西的手法像不像你妈妈？有一点，对不对？奇怪。还切法。姜嘛。无姜样。无姜要蛮讲。移动帧数来拢做白来。看得很清楚。嘿。没有想到。你煮滚来。好，煮滚了，要煮20分钟。差不多20分钟。好，要咸盖嘛。要咸盖。咸盖哈，已经咸盖哈。好俩，你的重头戏什么？要处理了哈。处理了，因为俩发音嘛，给里面的花的心，我们基本上我们不会要它。好，所以把它稍微把它拔掉。就是花心。对，花心呢，藏在蕊。发心不好，男人结婚不要花心。没有了，我在唱歌，好，好啦，结婚就不要花心了啊，也不行啊，结婚前也不能花心啊，太不得了，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张老师，你看看这有没有像你妈妈？你妈妈平常在厨房会这样吗？就自己做菜自己焖吗？自己会讲发。会。哎呦，那是谁的妈妈？不是，天下妈妈都一样。不爱你问你应该也是这样子。喂嘛，哪有？你跟妈妈要时常问唔讲，你係乜雞冇？喂，我講你講合法，你乜雞？娘妹吉他，你大白都講娘妹吉他。娘妹都係家人嚟。娘妹做得家人呢？那有可能，按後生呢？希望忙上市啊！哎呀，老師講嗰種懂紅嘅花的心，花的那個心啊，花主要係心綁起嘅，咪叫貼亮嘅。黑毛，对，中南我会把它去掉。啊，因为我们的那个含菜管在切丁嘛，所以我们稍微把它切细一点。哦，其实你几条你都得食咯，都得食。连叶毛杯的叶呗，炒，它脆脆的。哇，一般我们先放不用用板薄，不用俩，整不用落去，因为俩很硬，这不用俩。哦，就那样切落落去。哦，给它渗住地当好食。我看到嘞。看到了胶质哈，我看到胶质哎，老师你切它慢点位，本姜头看到它其实有那个黏液，你看刀子的黏液已经出来了，有黏液出来，看到没有？哦，一般我们不用用俩神不用弄里面都对，因为俩那个后面的花瓣就会哈夹落，嘿，所以神不用广的部分，对，广的部分，所以你本口来煮，它哈好个种哎，注意给它食个哈好食。张老师，你有没有想到你妈妈？你在你印象中，你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很用心的妈妈。对，细心。很细心。哇，你看，你还有按你摸耶哈，你会吃到懂贴心吗？有啊，懂贴心。跟你摸耶，你形容一下你女儿是什么样的一个女儿啊？我女儿懂贴心啊，从小打电话帮爱好嘛，阿爸老甲爸严格啊！妈，你离婚后了啦！不要这样子，不要这样。嘎嘎有后生回家观赏节目。公司要考本身哦。我养你，我养你。跟俺问哦，他讲要俺摸他讲。就用按讲。哎呦。对呀，那个等等我做出来。粉口来煮哈。粉口来煮。好。发斑老发型跟全部都有啲营养价值，所以我们都唔好浪费食材。好，跟人那份整边嘛要切牛要切牛了。好，你偷个黑马个牛。老猪牛。哦，哇！我跟他讲一下，主厨讲他你知道比较专业一点。马上马个很多老猪牛啊，我讲有点人讲哦老猪牛。就是它那个有一块
其实它那个猪肉有一块部分就是一个最昵称特别的昵称对，露出肉，再切稍微薄一点，泡泡的嘛哈，给它滚加就得咯。你可能油冻到油花嘛，看到嘛？因为你係泡菜也會冇係食油，嘿，你把咩會食油嘿，所以呢，你豬肉唔好燙臭。其實那個福菜哈，我覺得我是很感動的一道福菜，因為那個福菜是應該在後邊用做本來嘅，不過幾高神嘞。佢怎麼做好啊？怎麼留本來啊？佢做幾乾？佢做派要30兩乾。哈，佢你這皮你大概了皮多少？其實就有感情了。你問問看有沒有？真的是有一股懂特別的。這不就是姐妹情深嗎？對。你是我的姐妹，你是我的 baby。唱客語。好了，你有差不多就按倒出來嘞。好。安尼切，你講我煮你10分鐘，你哋處理夠差唔多10分鐘夠咧，決定10分鐘哦，好嘛？10分鐘過後，你嘅泡菜同嘅米絲煮出來，再看你煮出樣板嚟煮下，冇這塊。哇，10分鐘，哇，香哦！嗱，我講其實係啲53%。美味時間啊，做皮豆米。啊，你們都有講咧，那個福菜乾米。嘿，乾米。你乾米豬肉切到泡泡而已嘛。豬肉冇調味哈，就切好丁丁。哎呀，我是凍好食。好，來。還有。掉落去，差唔多。等佢滾，可能一下就凍好食了。真嘅。一下就會油薑會出來。其實你是凍好食的哈。對，炒俾滾。好，看有真嘅難好食啦。你看哈，你看油面，你看，有鬆板咯，有哈。那個油花超好看的。好，農家霸王花廣嘅部分下啲哦。注意下。老師我摸一下，兄弟發威唔好食嘛？唔會啊。其實佢本身就動槍力。對，佢這個都講中藥做很多有機嘅嘛，其實唔會有唔該農藥嘅成分，這都是檢驗過的，檢驗過的呀。那有印象中。老師住出家貓爺好像也是學音樂，對不對？怎麼那麼巧啊？你們今天學音樂哦，你們兩個今天真的很有緣。三上聲音好音樂。對啊。開業好嘛？該。好二胡。聽音樂。聽音樂，吹拉彈打。吹拉彈打。唱跳。最細喏。最細吹中國笛。嘅按呢？唔睇講有按呢貓爺沒有當歡喜哈，有講。與有榮焉，認個乾女兒好了啦，你倆還蠻像的。不然你看他剛剛用那個娃娃的眼睛，你也用娃娃眼睛，是不是很像？算了，先做菜好了。你係肉同相撞啊？哦，牙板咩相撞啊？哦，你講佢要搶毛咧。哎呦，講你滾差唔多做，佢滾嘢叫佢嘛，佢膠子出來一道，其實會嚇將佢勾芡樣嘅。來除非很黏哈。加啲切的時間係最有發現嘅。啱啱先講。你睇一。有點稠狀，可是有點稠稠的，再加這個下去更多稠狀。已經開始有稠稠的。對。好，你再加這個進去看哦，它稠狀更多。哦，沒感的。好。你看到沒有？它這個花瓣下去就變得比較勾芡，對不對？所以為什麼叫燕窩？顧名思義，對不對？所以講說啊，反正燕窩嘛，那麼高檔，我們也可以做我們自己自製的客式燕窩，對不對？你有改一行燕窩哈，以前你是胖糯米嘛。對啊，這樣就好嘍。要調味嗎？不用，因為我剛剛也有看過，因為豬肉有甜味。來，那我們就盛盤嘍。好，來盛盤。該放出金皮來嘞。對，放出金皮來。做得冇，做得冇。都對。你看我們這道菜適合全家啊，大小啊，而且它的纖維也很多，纖維質很多。但是我為什麼我剛剛有看到我做一個動作就是切姜麻嘛？有。因為幾個東西它把會它涼，對，所以我們用姜麻一壓幾。好了，來。好了。哎呀，好厲害！這就是所謂的客式燕窩，知道嗎？對，你看那個味道，很回甘。一樣是美女，對，一樣做出不同世代的客式燕窩。來，主廚龍太講，請大家上馬來。客式燕窩。哎呀。
是脆脆的，对然后那个胶质是很顺口，因为几口呢冇麻米西，它就有嚼到跟肉，还有泡出来的米西，对，好好吃哦。大家都懂幸福。3位讲谁买平矮生，还需要燕窝吗？当然需要。先喝一口汤看看。回甘。矮生生嘛，感觉多，矮生的发，矮到都煮按久，基本冇它会没有口感，也係講佢唔會像你切的時間有那個膠質，冇它是脆脆的，对然後那個膠質是很順口的，对，滑嫩。然後因為佢口呢冇麻米絲，佢就有嚼到跟肉，還有乜嘢？還有泡出來的米絲，對好好吃哦。依依你覺得呢？你替拜生嘛？係啊，替拜師，當然啊，除咗清香之外啊，嘅口感當好呢，嗌兩下嘅嘴唇黏黏，係白白，係啊，真嘅那個膠原蛋白的燕窩的感覺，燕窩感覺很好，一定要去吃什麼名牌燕窩。真嘅，你係最甜眼的呢。對啊，講你是揀肉，要唔係食食。真嘅大磅唔好冇啊，真嘅冇食高麗啊。我識講嚇。哦，還有愛特別感謝朋友嘅泡菜，真嘅，有感情的泡菜，有感情鹹鹹，係咪甘甘？甘甘，那種回甘哈，這個懂回甘懂舒服。我很急，我很怕他忘記。給愛龍一弄強要回，那把愛用泡菜只可以用在我們這邊。都對啊，可以。都對嗎？對呀，而且幫製作人故意講說，哎，跟我們簽約，我不管泡菜是我們家友好師專屬的。對啊。後來講完都會轉到張老師身上。張老師，你覺得我們主廚做的菜怎麼樣？講一下嘛。東後生，東後生哈。東後生哈。其實一路啊學營養，挺辛苦啦吼，自家愛堅持，之外不卡嘅人。也愛幫你一定程度嘅心情，還個堅持啊！菜你還有乜嘅話想愛留你嘅，頭先有見講到媽媽嘛，係有乜嘅話愛同媽媽講嘛？係啊，愛感謝愛媽媽。真的啊？乜嘅？愛媽媽。真的假的啦？係啊。我搶。身份證。懂槍呢？真嘅懂槍，真嘅係媽媽哦。真嘅啊。不然你叫一下媽媽。媽媽。抱一下。媽媽。我女兒大女兒。好，呀，有乜嘅感謝嘅話同媽媽講嗎？就是感謝媽媽，就是從小，就是雖然就是到台北很辛苦，可是她就是沒有把我接回來。對啊，像一路上培養我們家3個小朋友長大，然後學習這麼多，很感謝。對。你阿早想起了以前。譬如講，第學校的時間，就是年紀小不懂，會覺得說媽媽你怎麼不帶我回家？對，現在在想起來會罵他，我就覺得怎麼那麼狠心。那現在呢？看你媽媽講啊。敢掐你，你要說卡卡發，敢掐你啊！敢掐你。還有啊，還有更感性的，還有更感性的。更感性幫你啦，我講。你對於他剛剛在跟我們說，說啊，我都哭啊，我都罵媽媽，每次打電話回去要你帶我回家，你還有辦法補償一下嗎？你講，對對，有捨當有得，真的。如果當初我送去台北啊，其實我給沒有安有來成就，真的，我覺得與有榮焉。我只能這樣想，我很愛他們，他們也愛我。對啊，我會煮更多好吃的料理給他們。我記得有食。難得哈，用。母子倆都這麼漂亮，這麼有才華，我覺得黑人嘎嘎有後生就懂特別的美景，唔單槍的後生，還有後寬，什麼用啥咧？什麼大家大家。各位鄉親朋友，有攏來留意聽用冇？講一下想講哇，真人吼用啥？最有中度啊，安槍，又會主食，又愛有才華，人嘎嘎有後生，除了安用戲，本你後寬。好食，還有溫暖的畫面。當然啦，你喜歡看很多精彩嘅，所以同一時間收看你嘅嘎嘎有好食。歡迎大家來煮食。上來了哦，給家親啊媽媽，叫我煮飯。今日當歡喜來到嘎嘎有好食。其實我今日係第一擺做料理哦，希望以後可以傳承客家料理加客家營養，繼續傳承下去，多謝大家。